滾水煲生薑，吸金刀北換，調理全身上下寒濕疼痛。如果你咧成日有腰痛啦、腿痛啦、關節痛，如果一痛咧你就去跑醫院，嘥錢唔單止啦。身體嘅疼痛咧，如果仲係成日反覆發作，尤其咧喺受咗寒之後啊，呢啲疼痛咧會加劇。喺中醫嚟睇啊，呢啲多數都係寒濕引起嘅。咁今日同大家咧分享呢個小藥方，你咧記得要點讚收藏好啦。喺《神農本草經》記載啊，呢個生薑咧佢可以驅逐風濕痹，係一個寶貴嘅中藥材。咁對於中老年人常見嘅風濕關節疼痛咧，就可以用到佢嘅。即係無論你係腰腿疼痛啦、關節疼痛啦，定係有啲肩周炎啊、頸椎病啊、腰嘅椎間盤突出呢啲問題，只要咧係寒濕症引起嘅咧，都可以用佢嘅。咁用生薑啦3片，花椒5克，枸杞5克，大棗咧3枚，一齊煲水飲。咁可以散寒除濕、溫中止痛。唔好睇啊！呢啲材料好簡單啊，對症調理呢個寒濕型嘅關節疼痛啊。如果堅持飲佢一段時間咧，你咧會翻嚟多謝我嘅。大家記低未咧？